你以為退休最緊要是有錢有樓，等一切安排好晒先享受？錯，大錯特錯。我話你聽呢，個世界上最沙嘅一句說話：無世我冇錢，二世遲低先啦，遲低先去旅行，齊低身體好低先食好嘢，遲低仔女大個低，我先為自己活，遲低退咗後先慢慢享受。你個大佬，你有冇計過條數？你成世人講咗幾多次遲低？你等咗幾多個遲低？而急個遲低究竟嚟咗未？我見過太多人一世人都直到等到頭髮敗晒，等到支交行無月，等到坐積一院張病床度先至發閒。原來吉個遲低永遠都無謂到，因為遲低係全世界最大嘅一個謊言。今日我想同你講一件事，一件好多老人家死都無肯承認嘅事。你無世冇時間享受人生，你世一世人都直到等一個永遠無費嚟嘅延期時間。等我講個故事你聽。我有個老友姓陳，大家都叫徐陳白。隨後生吉鎮直，深水埗做車衣，一針一線捱咗幾十年。徐成日同我講：阿友，等我退咗休，我一定要去日本睇櫻花。我後生大個箱，及低粉紅色，成條街咁拋落嚟，勁到你無信。等我退休，我一定去。佢講咗幾多年，我術無道，由佢50歲講到65歲。每次我問徐陳伯幾時去啊，徐就話等陣先，而家個仔現結婚史前。再問而家呢？等陣先，個孫仔現出世要幫手籌。再問而家總得啦，等陣先，我怕坐飛機，而且日元間貴無抵，等平低先，就世間一個等陣先接住一個等陣先。結果你估點？陳伯68歲嘅年，中風，半邊親越無道。我去老人院貪取吉日，佢坐直輪椅度望住窗出面。我問徐陳伯：你仲想去日本睇櫻花嗎？徐冇出聲，過咗好耐，徐先慢慢間，用徐仲喐到吉之手，邁開個銀包俾我遞，入邊有幾碗文。徐簽咗一世，就細位作詞帝。徐望住我，講咗一句我一世都無謂忘記嘅說話。阿友，原來睇櫻花無謂等我。你聽到呢度，心入邊有冇少少刺痛？如果有，唔好急住走，近個訂閱先。因為呢個頻道無勢教你發達，唔使教你點樣賺多幾碗文房食銀行等到死。呢個頻道係陪你學時點樣趁自己仲行得走得，活得有尊嚴，活得無後悔。好，我哋繼續。我話你聽，陳伯嘅故事唔係一個特別嘅故事，呢個是香港幾十滿老人家嘅故事。你去茶餐廳坐低，叫杯凍奶茶，你留心望下四圍，你會見到好多個陳伯。隨地坐即度，一個人叫反個最平契長餐，慢慢緊食，個銀包入邊分分鐘有錢，但是隨地無捨得叫多一碟菠蘿油，無捨得叫杯勁低企飲品。點解？因為隨地心入邊有把聲直度講：留返低錢，遲低有用。齊低又是齊低，我最憎就係呢句嘢。你辛辛苦苦捱一世到頭嚟，連一碟菠蘿油都冇捨得俾自己食，你冇死窮，你死窮得只剩低經。講真，你諗下，你成世人細咪都直到為第日為第個人而活。後生嗰陣為份工，結咗婚為頭家，有咗仔女為取啲讀書，仔女大咗為取啲供樓，幫取啲湊仔。咁你自己呢？你嗰份自己，你留咗直邊？你細咪一直同自己講，
等取哋都安頓好晒，我先享受。老友聽清楚，我今日就搣破呢個謊言俾你哋。真正嘅悲劇唔係你冇享受過，真正嘅悲劇係你一世人都以為享受世要等資格嘅，冇人要你等資格。快叻，護士羅牌。等我再講多個故事，你聽。我時得一個女人，姓李，我叫徐李姐。佢老公早死，係一個人拉扯大3個仔女，3個仔女都好啦，一個去咗加拿大，一個去咗英國，一個直香港做一生。你為話李姐好命啦，3個仔女都揀出色，但細你估隨便個日子，撳住食一間好就企公屋，冷氣機滴水滴到成地都細，企到唔捨得還。仔女為錢返嚟，企1蚊都唔敢使，全部坐反氣。佢做咩？佢等，佢等仔女返嚟。佢每日開住個 WhatsApp 家庭群組，望住嗰個耳朵等佢哋覆。有時佢打一句：今日煲咗湯，好想你哋飲。跟住耳朵冇人覆，佢就繼續等，等聖誕，等農曆年，等仔女話返香港。有一年，個仔終於話返嚟，李姐開心到提早1個月開始準備。佢由街市買最勁蓋魚，親手做仔，女4個，最終衣食蓋鬆。結果個仔返到嚟住咗3日，成日直到覆公司 email， 講咗晒幾句就走。臨走嗰陣，塞咗幾千蚊俾李姐阿嫲，你自己買第2食，唔好簽。李姐揸住幾千蚊，望住個仔上嘅事，駕的士轉個彎，冇見咗。隨返到屋企，坐直張餐台前面，台面仲擺住再煮嘅餸冷晒。呢個就細佢等咗成年嘅齊低。喂，大佬，你舊呢個細米好慘，但係細我要話你聽呢，個無細最慘嘅部分，最慘佢細李姐，從來冇呻過佢其時可以無事等，佢可以自己去飲茶，佢可以自己買架機票去加拿大帶仔女，而唔使直屋企等，佢可以問返低佬姊妹一齊去旅行，去跳舞，去學嘢。佢有錢，佢有時間，佢有搞，行得走得。但係是佢揀咗等，因為佢一世人都俾人教事，一個阿嫲就誓要為仔女而活，佢快力要仔女批准先可以有，那個先至係真正嘅可悲。你無勢冇快樂嘅能力，你世一世人都以為自己嘅快樂要等第二個人嚟逼你。我話你聽，冇人為你逼你快樂，你自己嘅人生你自己開飯。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就係我哋成日講最好嘅嘢聊起。你屋企係咪有一套好鏡劇碗，捨冇得用，話留返過年先用？你係咪有件好勁嘅衫掛喺衣櫃入邊，話等有特別日子先着？你係咪有支好勁嘅茶，話留返貴客上門先開？結果呢，嗰套碗可能到你走嗰日都未用過，件衫掛到發黃，支茶放到過晒期。我問你，你係直到等邊個？你係直到等一個永遠冇嚟嘅特別日子？老友，我而家正仲講話你聽，今日就是一個特別嘅日子。你今日仲行得，仲食得，仲笑得出，呢個就是人生最好嘅日子。你以為最好嘅日子即將來？錯，最好嘅日子永遠都是今日，因為將來冇人保證得到你，但係今日實實在在即你手裏面。梗係啦，我唔使叫你亂嚟啊，我唔使叫你聽日就辭職，冇使叫你降低前一鋪清代去好，我唔使叫你冇計劃揀生活。錢當然要有安排，有病當然要第一生。呢一啲我明，我講嘅
就係一種態度，無誓叫你盲目。真正聰明嘅人，誓清醒咁揀，食自己能力範圍之內，對自己好低。菠蘿油幾蚊，一杯凍檸茶幾蚊，呢啲你使得起？你使唔起嘅誓，你成世人都唔對自己好。你辛苦賺返嚟嘅錢，如果最後只細銀行簿入邊一堆術字，更講難聽低，你只細幫銀行打咗一世工。錢使用嚟服務你條命嘅，唔使用嚟鎖住你個魂。我仲有個故事想同你分享，呢個係一個好啟結局。我另一個老友姓黃，黃生，隨立10歲退休。退休嗰日，徐冇好似其他人啊，坐直屋企唔知做咩，齊做咗一件事，齊講自己一直想做，但是一直齊低先㗎，亦都寫咗一張紙去京都第紅葉學士影相，同老婆去一次坐郵輪，食勻香港低老字號燒味，跟住佢話冇等啦，就今年娶老婆話除殺，話錢留返防身。黃生講咗一句好正計到，我哋防咗一世身，而家冇用幾時用？難道防到入棺材？棺材入面使冇到錢㗎？佢兩公婆由立10歲開始，一年去一個地方，行得走得假陣，佢哋去日本、去台灣、去歐洲，行無越間遠吉陣，佢哋就直香港周圍問好也食，去離島行下，去茶樓飲下茶。上個月我見到黃生，佢78歲，精神奕奕。我問佢：黃生，你使咗更多錢去還，而家仲夠使嗎？佢笑住同我講：有，我夠使，但就算唔夠又點話？我行過街路，食過街，亦笑過街日子，冇人搶得走。你話陳博個人包低錢好，定係我腦入面低回憶好？我冇出聲，因為答案好明顯。你底下呢兩種人，一種簽咗一世，經咗一世，等咗一世，最後坐積輪椅度，望住個人包話一句：原來低櫻花無費等我。另一種活過、笑過、行過，最後坐積茶樓度，揸住杯泡嘢，話句：我冇辜負過自己。你想做邊種？呢個唔關錢事。呢個關你點揀？陳伯同黃生分終身家差唔多，但係隨跌兩個人嘅人生完全唔同，分別直邊，分別直。一個情勢倒直度等遲低，一個決定就今日。老友，我哋人到呢個年紀，仲有幾多個遲低？你今年60，你可能仲有20年，但係細個20年入邊，你行得走得，頭腦清醒，身體健康嘅日子又有幾多？分鐘得返10年，得返5年，你仲想點樣浪費？你仲想等到幾時？我冇誓要嚇你，我誓要叫醒你，因為時間呢樣嘢是全世界唯一一樣，你有幾多錢都買唔返嚟㗎。你可以用錢買層樓，你可以用錢買架車，但是你冇辦法用錢買返嚟今日冇去大概架闖日落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你都覺得細時候唔好再委屈自己，細時候為自己活一次，咁就值。留言區打一句逼我弟，我想為自己活一次，唔好覺得入酸。你講咗出嚟，你就記得。我最後想同你講嘅係，高質量咁片佬冇使話你要有幾多錢住幾大間屋。高質量咁片佬勢利是得，請每一個今日對自己好，唔好再講快拎壓後，唔好再講自己嘅人生活成一廠，永遠直到等待契細。是一散廠，燈一熄，冇得翻兜。你唯一擁有佢，就係而家，就係今日，就係你手上呢一杯中熱蓋奶茶。
人老咗最緊要無世有己，多人計得你而世，你自己冇顧，福過自己。我想見到呢，有一日呢，你坐席茶餐廳，面前一杯熱奶茶，一碟啱啱出爐嘅菠蘿油，牛油席熱辣辣嘅包上面慢慢溶菜，你咬一啖，滿口都是香。隔一刻，你忽然發覺，原來人生無需要等任何人批准，無需要等一個延期時間，你今日就可以快樂。原來最好嘅日子無事戚將來，最好嘅日子一直都戚今日。所以我想問你最後一條問題，你諗清楚先答。如果由今日開始，你唔再同自己講遲低先，你第一件想為自己做嘅事是咩？請留言，給話我知，我等你。